經濟嘅快速嘅改變咧，我哋會見到有好多客咧佢係需要一啲我哋可以為佢提供到一個係非常快進入呢一個市場啊，同埋咧可以係建立一個據點嘅一個渠道啊。而家我諗呢個辦公室嘅新嘅趨勢就係大家會選擇一啲唔同嘅配置嘅方法，就唔係好似以前傳統嘅全部人返同一個。由10幾年前喺香港市場興起嘅共享辦公室，為業務營運者帶嚟決策調動彈性，曾經盛極一時。但係疫情封關打亂呢個行業，不過市場需求仍然存在，淨係喺供應同競爭層面更加有針對性以及細化。香港 co-work 嘅發展咧就係叫第二階段嘅增長期啦，咁但係呢亦都係一個結構性嘅轉變嚟嘅。根據物業顧問行提供嘅數據，本港共享辦公室樓面面積喺過去10年間翻咗1倍，由2017年嘅113萬尺增加至2025年近215萬尺。物業顧問話，共享辦公室服務對象已經由跨國企業轉為更加迎合市場趨勢嘅初創同中小企。Profile 咧就冇當年咁叫做大鑼大鼓啦，見到咧嗰個服務個性質係會更加係零散咧，更加碎片化嘅。Co-work 呢樣嘢咧，我又唔可以話完全係反周期啦，而反而佢係受惠於咧，就喺過去呢4到5年咧，反而喺個寫字樓市道一路係受壓。咁其實租金咧係比起高峰期係下跌調咗超過40%半，而空置率咧亦都上升到去15%。喺好大部分嘅甲級寫字樓或者寫字樓業主咧，其實都急需要去揾一啲叫做方案或者 solution 去點樣去填補翻佢哋空置咗嘅樓面。傳統辦公同埋靈活辦公，我哋睇係兩條唔同嘅產品線，係相輔相成嘅。呢間以收租為主業之一嘅老牌地產商，就以位於中環甲級商廈營運共享辦公室品牌。家族嘅辦公室有金融服務類、專業服務類等等嘅客人都有。主要嘅客人係除咗一啲係新入嚟嘅客戶之外咧，有更多咧係傳統辦公樓嘅一啲拓展嘅需求。譬如話，突然之間攞咗一個新嘅 project。咁佢要快速地需要一個地方，就係去為呢個團隊去建立一個辦公室。目前國際品牌佔據本港大半壁江山，供應近60%嘅共享辦公室樓面。點解佢哋堅持睇好？相比傳統寫字樓，靈活係最大優勢。喺經濟唔好嘅時候，可能會有啲大型嘅企業就可能要縮水，或者要將佢重新配置，諗下做團隊點樣配置，就會轉咗嚟我哋嘅模式啦。但係經濟增長嘅時候，又可能因為增長嘅速度夠快，就需要一啲靈活嘅空間。越嚟越多內地企業都選擇去出海，咁我哋香港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站點啦。咁我哋呢種啱就頭先我第一個 point 講嘅拎包入住，就好適合一啲我啱想進入呢個市場去拓展，我想去成立一個團隊，我想喺一個好嘅寫字樓、好嘅地段，但係我又未必需要咁大嘅寫字樓，可能係一個5個人、10個人、甚至15個人嘅團隊。咁我哋呢種模式就可以提供到呢種方案俾呢啲新嘅企業咯。中環嘅一般寫字樓嚟講啦，每一次嘅租賃期都係5到8年。咁對於我哋呢啲中型企業嚟講，不停咁 expand 緊嘅時候，會擔心 commit 咁長嘅時間，可能 cater 唔到我哋第日嘅 expansion 啦。Co-working space 幫我哋安排咗所有辦公需要用嘅嘢啦，慳咗我哋好多時間，令到我哋可以專注翻我哋自己本身嘅業務。目前喺本港有80%嘅共享辦公室供應集中喺港島區。中環都係一個所有 top tier 嘅 service provider 啊、金融機構啊，都係紮根喺中環，變咗對於我哋嚟講，無論見客或者同我哋 business partner 嘅互動，亦都會更加方便。另外，亦都可以維持到我哋作為金融機構嘅一個形象。物業顧問話，業主改變策略，亦有活化物業作用。某啲標定裏邊有啲都長期已經空置咗嘅一啲叫做樓層啦，不過橫掂都揾長期租戶都揾唔到，咁不如我就試下用管理合同形式去同呢個 co-work 嘅 operator 合作，因為同一時間你都可以除咗話係
適時填補到你嗰個空缺之外咧，亦都係可以活化翻成棟大廈啦。目前市場上主流營運模式包括營運商同業主簽訂主租約，租金可以固定，或者以底租加營業額租金，又或者訂立管理協議。我哋其實都係跟住，即係都係跟住客戶去走嘅。我哋見到邊個地區有需求，我哋去衡量，即係喺嗰度嘅業主有興趣同我哋合作。營運商話喺政策鼓勵下，市場發展空間拓闊。呢幾年都見到好多內地企業陸陸續續咁樣喺香港都開設個佈點。再加上我諗政府而家都好鼓勵呢個創科，同埋好鼓勵創業。咁我哋呢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適合創業嘅創業家去進駐嘅。每個城市嘅發展，每個地區嘅發展咧，都有佢嘅唔同。但我哋見到一個比較共同嘅一個趨勢，就係我哋呢種靈活辦公嘅模式係越嚟越普及。我哋見到個需求都係越嚟越去強嘅。好大量嘅國內同埋海外嘅專才，咁再加上我哋無論係一啲海外企業同埋本地企業嗰個新嘅註冊數字咧，喺呢2年都係創新高嘅，咁亦都帶動咗好大幅度嘅呢啲 co-work 嘅需求。